软饭硬吃的男人竟然参加了自己的追悼会，因为在车祸后他被上传到了另一个平行世界。只见内森小手随便一划，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链接就被打开，女友象征性的上前一吻，却被两个世界的屏障所阻拦。然后女友自豪的向来宾炫耀虚拟世界的舒适豪华，她甚至觉得当初送男友来这里的决定是多么的明智。但说了半天有关追悼会的事，可是一句都没提。赶来的宾客也是有说有笑，一点都没有悲伤的意思。更过分的是，他们还看起了橄榄球比赛。此时的内森感觉自己的头上平添了一抹绿色，于是他只是向女友抱怨了一句这糟糕的追悼会，结果却引来女友的大声呵斥，调出他这几天的消费记录算后账，并威胁他再敢多说一个字就永久性的将他删除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内森只能强颜欢笑。You're right. I'm just being ungrateful. 追悼会继续向下进行，在播放内森生前记忆的环节中，内森看到在自己的车祸现场出现过一个很可疑的人。此时表姐又告诉内森，案发前他的车被人动过，难道自己的死真不是偶然吗？面对硬吃软饭的无奈，还有谋杀他的幕后之人又会是谁？如今内森更加急切地想回到现实，恰好这时的一个电视节目点燃了他的希望。同在虚拟世界的首富花高价购买了克隆体，准备将自己的意识灌输，从而重返现实。转眼间克隆体睁开了眼睛，他兴奋地观察着四周，甚至他还啄了啄手指，确定自己回到了现实世界，立刻觉得自己还能再活500年。可下一秒他就出现了排斥反应，突然流起了鼻血。还没用上500秒，老头就成了渣渣灰，电视台也马上切断了节目。内森的希望再次破灭，他又该如何摆脱现在的窘境呢？